美股起價帶動亞股嘛攏唱高，因為咱台股佇咧今仔日盤中嘛是起到45000點，最後是收佇咧44928點，起700點。啊，今仔日處置股新制度嘛正式實施，甲這處置期間甲交易時間的限制攏縮短。啊，這新制度實施了後，就有11間公司的股票會當提早解除處置。受到美國 FED 升息有期間嘅鼓勵，美國頂禮拜五收紅，早早亞股干部起，日股大起1363點，韓國也收懸，台股盤中目測上45000點上場，收佇44928點，起700點。另外一方面，台股處置新制今仔日正式實施，一般處置期減到5個營業日，同時有因為當沖交易佔比上懸，處置期間也縮減到7個營業日。證券交易撮合作業時間為原本5分鐘，還是20分鐘，一律加減為大約2分鐘撮合一擺。高價股注意低限，也干部條款降價搶金股，因為正常普通防治之處置的紀律，市場俗稱台積電聯發科條款，業界普遍認為對提升市場流動性有幫助。今天可以看到一些人氣股這個解禁之後呢，其實買盤確實是比較積極願意參與的我認為這是好事，因為在處置的一個期間呢，往往會出現流動性的一個問題。但是問題現在處置的股票，永遠就是那些人吶，就像流氓一樣，越關越大尾，他籌碼變成越乾淨。所以你看這些股票，處置的股票要拉漲停很快。有11間公司因為佇新制實施進前已經處置無5日，所以佇七十開放正常交易，包括原本處置期間愛94個和信同泰中愛普等公司股票。有人建議改用國華永遠的制度，做個股也是停留起撥達到分級標準度的暫停交易。或者認為要換制度無啥簡單。兩套機制是很完全不一樣的，除非我們把漲停的限制，就是放寬或者甚至取消，要不然的話，壟斷的機制目前在台灣是不可能去實施的。證交所也表示，美國無起步後限制，韓國起步後30%，咱國起步後10%，整體交易制度無同。另外，目前台股價差變動達到3.5%時，會漸緩撮合2分鐘，也同款會有冷卻的功能存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